明珠谷。原来这个李定国长这样。小主，奴才在。你过来瞧一瞧，朕怎么觉得这个李定国看起来很眼熟呢？哟，皇上，您瞧，这李定国如果没了胡须，长得像谁？简直和李德福一模一样。是啊，而且巧合的是，他们两个人可都姓李。这个李定国和李德福不会是兄弟吧？皇上，这李德福是当年多尔衮入关以后，在路上捡的孤儿，后来净了身，进了宫，这30多年一直待在宫里，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亲人，也没见他和宫外任何人联系过。而这李定国，他是张献忠的义子，名字都是张献忠给他取的，不过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孪生兄弟。至于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这奴才可就不敢妄言了。皇上，这李德福今年初吃了罪臣的大补丸，暗中受罪臣挟制，以便从宫中帮罪臣传递消息。据罪臣安插在明珠谷的黑狐汇报，自奴才装疯以后，朱慈轩和李义欢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德福，让李德福充当他们的耳目，但是并未提及他与李定国有任何关系。皇上，这长得像也许只是个巧合，就像是雪倾城和舒婉欣长得也像，可她并非是舒建的女儿，更不可能是舒婉欣的孪生姐妹呀。此事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先不要声张，多在暗中留心观察。这皇上同李义欢只是同月同日生，但这朱慈轩同李义欢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李公公说，康熙进了慈宁宫以后，他和所有的太监宫女就都被太皇太后给打发出来了。这就更可疑了。